哎，你红茶。而且你爸又给你一个新任务，让你选学生会长，你真正的应付得过来吗？有计划就没问题喽。好，好了，不聊这个了，我们先来整理资料吧。好啊。为什么我感觉瑞最近都在强颜欢笑啊？需要先帮你点餐吗？不用，谢谢。好，那有什么需要再跟我说。谢谢。等回去帮你冰敷。好啊。欢迎光临。你来了。啊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还好吧？不是来了吗？这是我们菜单，需要帮你介绍吗？不用，谢谢。是。好。你有发现我哪里不一样？哪里？口红，自己送我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你看我都穿成这样了，不是说带我去吃意大利餐厅吗？怎么又来这里啊？这也很好啊，那也太贵了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餐点你都点得起喽？可以啊，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，我不饿。好，那我点一个这个跟这个，还有这个跟这个。这么多，你吃得完吗？当然，还要点这个。啊？不好意思。Hello，我点餐。不要骗我！我没有骗你。你为什么要跟这个死高中生约会？我骗你。那你现在就叫他滚。快走！我拜托你快点走，不要再纠缠我了。我干嘛啦？哪位啊？这里店里啊，怎样？怎样？所以呢？知道他怎样的人吗？妈的，死渣男！你再不滚就叫警卫来啊！笑啊！来啊！笑啊！笑，笑。哎，下不去啊！喂，等一下啦！喂，寄放蛋糕忘了拿了。吃慢一点啦，不要再吃了啦！你不要管那么多好不好啊？就叫你不要再吃了，为了他不值得。不管什么值不值得。
我要去参加车，能跟我去吗？